继续来看全台湾上大型的大安2号加油船，19号中昼伫台中港放货轮加完油了后，突然透一阵的强风，把这个加油船吹去弄到码头。这啥代志不妙？这个底油的油柜当场破起，3000粒的燃油灌出来，海水拢污染到。 海面上，或者乌甲发金的油砍掉咧，海水拢无度透光。这油是来自全台湾上大型的大安2号加油船，伊正边船尾油柜破起，漏出3000粒的油。油船漏油，海员阁将这油拍上岸。台中港29号码头的涂骹拢是乌油。台中港务分公司赶紧派人甲海巡队员去处理，嘛通知中油公司派油罐车来，将海面上的油抽起来。 依照台中港务分公司的调查，昨中到大安2号替货轮加完油了后，要驶去2号码头半路停船。等其他货轮出入港，常常有一阵风，吹一个船尾正边去弄到29号、30号的码头，油柜才破去。到今天早上为止，抽取的油水大概有115公斤左右。那我们会督导船方继续去清理。那有少部分的油越过燃油所出来，这个部分也同时在一并处理。 油船漏油致使海洋污染，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要针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，看讲敢有人为疏失，要进一步追究责任。